到歌有调记的歌曲要搜寻，要练唱要参考，在歌曲的名称前面加上井字号，然后在自己 YouTube 频道这个建立贴文发布，然后就有超连结功能。现在要点按第18项超连结。你看就出现这个影片资料库目录了。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，还有另外一种专门 YouTube 显示的。这是一个版面有两张影片缩图，这只有一张缩图。那如何加入播放清单呢？按那个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然后点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然后点等它出来勾选第2项到歌调记的歌曲整合，按完成。那个名称是事先建立好的，这样就加入了播放清单了。这样很快就把影片加入了播放清单了。